现在第三个就是虽无自性，也以元气力克其作用啊，就是讲这个。那么这个分那个这个元气空性是圆融和无常，就是这个元气空性是无常三所，就是分这两个，就是首先是第一个，自性好学业无有，以及一次而生次，一切按理合理性呢，圆融无为，何须说啊？就是首先讲的这个，那么。怎么说的呢？就是说，这个一切这个法的这个自性呢，就是好学也是无有的，也就是说自性是这个空性的啊，大家应该清楚。生意当中就是自性，不管是珠子、瓶子，还是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的任何一个法啊，就是人们特别喜欢的这个房子也好，这个这个就是地位也好，就是什么都是空性的，就是自性就是虚耗也是没有的啊。就这一点，你稍微学过一些中观的这个道理的人会明白的。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名言当中啊，就未经观察的时候呢，一次二这个产生啊，就是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子依靠种子而这个产生就是妙药。然后呢就是依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别人的相续当中也让产生这个就是各种这个分别念等等，就是所以呢真心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现象当中呢，就是是这种这个幻化的现象是不明的。其实这两者呢就是这个合情合理的啊，就这两者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两个我们在定解报道论当中也是再三的讲的，空性是这个万法的从这个本体的角度来讲的，然后现象呢就是它的这个虚妄的角度来讲，这两者呢就是完全是这个合理的。就像是金子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因为没有就是山河大地的原因呢，它可以显现。如果有承许的山河大地自性的话呢，就是它不可能显现一样的。在我们面前呢，就是一切这个因缘而产生的法呢，就是其实它的这个本体是空性的因为本体空性的原因呢，就是因缘产生是可以的。这一点呢，作为一些凡夫人就作为一些外道的人呢，他们都是认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人是本体的人呢，不要说我们这个佛教徒就现在这个物理学家的很多人，我以前也是引用过很多的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真理吧，他们也是通过这个量子学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最后连这个就是什么亚夸克也是不存在，就最后的话就好像一切都是死，就是一无所有，就是最后特别就是真经有点这个害怕，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佛教徒就是对这个元气空间呢，就是应该要有一种这个认识就是自己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最后呢就是自己有一种很震动感，很震惊的就觉得是真的是一切都是显现的时候无其而这个存在。但是它的背后呢，我原来的是不知道，原来我没有学佛或者是没有真正通达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一切法的是实实在在存在。其实我真正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当我显现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这个空性的就它已经是空性的。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好像是这个现的时候空不了，空的时候现不了，会有这样的。这是我们这个凡夫人面前就是这样的。但是最后呢，就是你真正就是懂到这个元气空性的真正的道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先空无二无别这种道理呢，就是依靠这个纵观的许许多多的这个论点来，就是可以这个了知就是可以了知。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中观根本回论跟那个月称论式的这个先驱论先驱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教理。正因为这样呢，就是其实这个中观的，就是像那个金刚系这个金刚系义呢，于无生义呢就是破什么这个思辨义呢这个逆义多义呢，这些的全部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最终都是就是归根于这个元气这个力就是元气力通达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力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可以通达的。而且元气力有个好的特点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金刚系义呢，就是它就是全部都破完，就是自生共生无因，全部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无因产生，就是。但元气因呢，
他在这个实数当中呢，就是一切都是生意当中呢，就是观察的时候，一切都是空性的。但正因为是这个空性的原因呢，就是缘起现象呢，就是不灭，所以好像那个怎么说啊，就是宗喀巴大师的上师仁达瓦在那个这个入中论的这个讲义里面呢，就是专门也这个赞颂这个缘起理啊，就这是我20年前吧，我当时87年，我看87年。89年，应该是那个89年我看的，当时里面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计算啊。89年，就是应该你现在21年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基点里面就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书生的这个教理啊，就所以这个圆融无为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很重要。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先觉论呢，先觉论的话呢，就是其实在印度来讲呢，印度有这种说法，就是天空当中呢，就是有日月二明。然后那个这个地上的话呢，就是月称论式的，一个是入中论的什么根本回论的讲义，就是先觉论，还有呢就是密集金刚的这个叫明等论，就是明举论和明举论和明等论，就是所以地上呢就是有这个两大明论，就是天上呢就是有两大这个就是明月和明日，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因此先觉论呢，现在韩文当中，先明论呢，就是韩文当中是怎么说啊？就是明举论可以吧？明举论可能好一点。明举论呢，就是在明等论、明举论可能好一点。好像法尊翻译的是先觉论吧？